喺個課程裏面，我哋會介紹英文字母 A 至 Z 個名同埋單音。每堂課老師會教2個新音。教 phonics 時，我哋會介紹 Letterland 嘅角色、動作同埋發音。此外，每周都會複習呢啲單音，務求令小朋友更易掌握。呢一版係堂課，小朋友需要應用課堂上學會嘅知識嚟完成。每堂課，老師會記錄小朋友課堂嘅表現。如果有一個剔，代表冇需要幫助下，小朋友亦記得字母和發音。如果一剔一點，代表老師需要俾啲提示佢，例如做 Letterland 嘅動作去提示小朋友。如果有一個圓圈，代表小朋友未能夠記住字母或者發音，需要多少少嘅溫習。每堂都會有一個簡單家課。首先掃描 QR code， 同小朋友一齊睇 revision video， 然後陪同小朋友完成練習。過程只需大概2至3分鐘。家長不但能更了解小朋友嘅表現，亦係一段親子學習時間，所以鼓勵家長一齊參與啊！最後，當我哋進入第11堂課嘅時候，會開始進入期末評估，請記得預約評估啊！如果有任何問題，都可以隨時聯絡我哋嘅工作人員或者老師。拜拜。